位同學，你哋咁投入喺度傾緊啲咩啊？我哋啱啱上完 STEAM 活動課，仲傾緊下一步點收訂。咁老師有冇俾啲咩建議你哋呢？有啊，老師不單喺堂上同我哋一齊討論，課後都有解答我哋嘅問題，但佢要求我哋要自己思考多啲。咁咧，我諗老師一定係想逐步培養你哋嘅自主學習能力啦。校長，點解老師要設計呢啲任務幫助我哋自主學習嘅？我相信老師咧係想你哋可以運用唔同範疇嘅知識同埋能力，而且咧可以善用科技去解決生活上面嘅問題啦。明白，咁我哋一齊加油 ！Yes！ 學生學習為中心係小學課程持續更新嘅3大方向之一。學校可以運用多元化嘅學與教策略、資源同埋支援措施，去切合唔同學生嘅興趣同埋需要，鼓勵佢哋循序漸進地嘗試自主學習，打好基礎，日後能夠成為終身學習者。喺現實中，係冇一套單一嘅學與教策略能夠滿足所有學生嘅學習需要嘅，所以教師要發揮專業，因應唔同嘅學習內容、情景以及學生嘅特質，靈活運用多元化嘅學與教策略。喺小學階段，學生都係好奇、好動、好玩，學校可以提供豐富而有意義嘅學習經歷，鼓勵學生重做中學，發揮潛能同創意。教師多啲耐心指導學生改進學習問題，多啲欣賞佢哋嘅努力，有助於令每個學生喺學習上取得成就感，持續學習興趣。新常態之下，學校有必要發展混合式學習，反思疫情期間累積嘅經驗，善用學時同埋資訊科技，先至可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。但係學校就必須要加強學生媒體同埋資訊素養，教導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嘅正確態度，同埋時刻注意網絡安全。學校可以進一步推動學生嘗試計劃個人嘅學習，有機會自主選擇學習方法，同埋管理自己嘅學習進度，同時積極參與互動分享，轉發所學到唔同嘅情景，增加佢哋學習上嘅擁有感，持續學習熱誠，令到學生成為學習嘅主人翁。